角，深呼吸嗰種感覺，收手，開手，呢個動作應該冇問題啦，係咪？好，跟住呢個動作咧就係 freeze 啊 ，freeze 我睇下係咪應該，即係我諗你哋連個頭都擰埋一嚟嘅，即係後生運動。一望後邊，呢個係第一個冇腳先啊，1、2、3、4，跟住呢個咧唔好擰頭啦，擰埋頭啦，唔緊要起腳嘅，2、3，即係擰埋頭啦 ，OK， 即係大家話翻俾學生聽嘅時候，就會啲學生會清楚啲啦。即係呢個係望後邊嘅，望後邊起腳，望後邊起腳 ，OK， 跟住 repeat 一次，停角。收手，停角，收手，兩次嘅，係咪？收手拍，望後邊，中間，後邊，中間，望後邊。呢個應該呢個動作大家都講到俾學生聽啦。跟住嗰個動作咧就係開手，呢個就係撳住呢個大髀，隻手 over 少少，即係呢個動作已經夠，即係唔需要太過好低嗰啲，唔需要嚇，我哋真係睇錯啦。因為做一個形態，係啦 ，OK， 即係我想大家嗰個角度咧，即係都係差唔多咁上下夠啦，即係唔好有啲可能好遠嘅話，佢可以去到好低嘅咁啊，唔使明啦。有啲就可能去唔到，又喺呢度唔得。咁而家大家 keep 住一個45度一個 angle，OK， 盡量同啲學生講翻呢個動作 ，OK， 跟住我哋向前90度個 back 個背脊，即係唔好啲學生係反翻住嘅，即係咁樣嗰啲，壓翻即係個 chest 壓翻低啲本身，正控制喺條腰度 ，OK， 咁啊，落咗去之後，跟住咧移個重心咧右邊，唔使太低，左邊，啱呢個位係啦，跟住有問題喺度 ，OK 啦，係。攤面做一次咯，好，跟住咧嗱，前面呢段咧，大家我覺得應該會好齊嘅，點解咧？即係啲好 regular 嘅動作，即係好正規。跟住呢段咧係要跟少少音樂咧，都要有個感覺，好似跳舞，即係要跳啊！即係變咗大家要一個踏個手咧，盡量咧，即係伸直佢，即係唔好咧，隻腳就好勁嘅，隻手就好似係啊，隻腳就好勁嘅，但係隻手咧就咁樣咧。之後因為你如果唔講啲學生咧，我知道啲學生好難，啲學生係佢哋唔係懶，佢哋係以為自己做到啊。咁變咗我哋要逼死佢哋就話，你盡量打佢嘅手就肩逼直晒，先用力。喂，有陣時係啦，即係起碼咁樣，明唔明啊？即係咁咯。好，跟住咧呢度收手喺個 chest 前面，跟住 V 手好似 mix 咁樣，就千祈唔好俾佢哋咧咁樣啊，點啊啲手啊，咁即係喺呢個位伸出去啲嘢型咁樣。跟住我哋就收一隻腳啫，右腳擺喺旁邊。撳低 ，OK， 跟住我哋再起身開翻右腳 ，OK， 得啦，呢度完咗呢個之後咧，我哋就打右手打個圈先，跟住隻手第一個手去到呢度嘅時候，呢隻手咪跟住佢咯，係啦 ，OK， 我哋呢度停落嚟嘅，跟住呢度去咗，呢度又係停落嚟嘅。隻手睇完呢隻手係停咗喎，係啦，千祈唔好咁樣啊！話俾佢聽停嘅呢隻手，呢隻手可以斜啊嘛。跟住咧起步，個人係直嘅 ，preparation 準備動作，跳2下，跟住直嘅 preparation 跳2下，係得。跟住呢度完咗之後咧。就係咩？其實失憶啲啊，跟住又有個強人啊，係咪？跟住又搭翻入去啦，有陣時。
收手，呢個係手掌，即係唔係拳頭啦，係手掌，即係呢個係拳頭，手掌。OK， 注意啊，踎低，起身。OK， 起身呢度啦，拳頭。OK， 跟住咧，呢個動作咁樣係正嘅，我可能可以拉少少，有個感覺，有個形態，睇唔睇到？即係唔好咁樣寫咁樣。之後咧，當呢個1、2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咁就有個形態都緊要。跟住我哋會收開合，跟住我哋呢個動作跑嘅動作咧，我希望係即係有啲活力啲啦，即係會即係跳起嗰個動作，係啦，即係唔好就咁樣啊，即係有啲活力嘅。跳2、3、4，開嘅手，搭晒嗰4個開手嘅，1、2、3、4，係5、6、7、8，係跟住我哋就會落呢個啦，掂住，即係盡量掂啦，即係你掂唔到唔緊要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OK， 跟住呢度係90度得啦喎，即係呢個腳咧唔好太過低咁樣啊，即係話。即係啱啱你呢個位一轉入嚟呢個位呢度，即係你個 level 冇乜點樣去低度，即係喺度啊，係咪？1、2、3、4，望住出邊，係啊，5、6、7、8。如果望嗰邊係咪會易記啲嘅？啊，望嗰邊啦，即係嗱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望嗰邊，係望嗰邊，係啦，可能會易記啲嘅 ，OK。完咗呢度之後咧，個起翻身1、2咧，3、4兩隻手掂地咧，係，跟住起身5、6啦，7、8，跟住到長人啦，1、2、3、4，係啦。好啦，跳晒呢段，踎低跳晒，跳嚟拉屎，得，跟住呢度雙手撳地，耷低頭，跟住起翻身望前邊 ，OK， 跟住呢個動作同頭先跑步一樣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做翻個即係個形態。係5、6、7、8，跟住我哋開呢個手，1、2、3、4，我哋望住個手指尖嗰個位置，係5、6、7、8，望住手指尖上邊感覺一下自己嘅手係咪？跟住咧，我哋開手一轉嘅時候往前面啦，轉上前，合腳慢慢落，跟住就係啦，接得。